今日就帶大家嚟試一試珠海呢排超級人氣嘅肉肉大米，基本上不分假日平日飯點嚟到都係要等位嘅。佢呢度主打嘅就係漢堡肉當飯，全開放式嘅廚房，現場即製喺你面前即煎，然後你就可以即食嘅漢堡肉啦。餐廳就係一人一位，啱晒啲 I 人獨自過嚟食啊！價錢咧就由68蚊嘅2漢堡肉到88蚊嘅2隻味道嘅3漢堡肉，當中飯同湯同埋西蘭花都可以無限續加嘅。而醬汁方面咧就超多選擇，你可以睇佢官方嘅調味指南，亦都可以任你嘅搭配食出多重口味啊！現場師傅就即煎俾你睇，真係食香味俱全啊！原味咧就可以食到純粹嘅肉香，而芝士味咧仲會現場幫你咁樣手動咁樣加芝士啊！同場再嚟多個佢哋新推出嘅泰式咖喱汁版，食呢個咧仲要加埋佢隻半熟嘅溫泉蛋，攪爆佢，再溝埋佢特製嘅配醬，蛋香、肉香、汁香，連飯都好香啊，都幾爽食噶。低消咧就68蚊，大家又接唔接受到呢個價錢呢？